李姐，春节快乐！于老师，怎么是你啊？你现在的样子和我早上开门看见于老师的样子差不多。早上开门？好的，我马上准备公关预案。于老师，从现在开始，请你把口罩戴上，以后这个就是你的出行必备。那你一会儿还有回宜兴吗？对呀，今年春节我可以休息到大年初七。我回去再让我妈批判几天吧。那我先进去了。这部电影拍到什么时候？电影会很快，大概5月初。中间会回来吗？剧组不太好请假，中间是有一个品牌方的活动，但是地点还没定，我不一定在上海。所以，我们可能2个多月不能见面。差不多吧。怎么啦？我发现，我之前想太多了。我觉得我出差太多，工作太忙，没时间照顾好你。但事实上，你出差的时间比我还多。谁耽误谁的青春？值吗？随便耽误吧，我们一起来。真是没眼看，大庭广众之下，你就不怕被别人拍吗？你给我老实交代，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好上的？不会是回去的这2、3天吧？是不是早就在一起了？哎呀，我就说你呀，你能不能不要因为别人这么大的惊喜啊？我是需要有时间来准备的。你现在跟我详细的交代清楚，我好做公关预案。晶晶，我刚才说了那么多话都白说了是吧？我在想更大的事，现在还有什么大事比这件事情更大？谈恋爱呀，异地恋可是很辛苦的，我要想想我该怎么办。